茄子土豆酱。大碴饭。何小胖家新品啊，脆脆萝卜干，有香辣的和五香的啊。这萝卜干特别好，小孩都能吃，没有科技与狠活啊。现在还有活动。土豆茄子酱给我馋完了这2天。开饭，这是酱茄子。我都录半天了，一抬头发现没录上，这是重录的。炒合菜。红烧肉，今天红烧肉烧焦了。
这是年糕火鸡面啊，大宝们，我给你们尝尝好不好吃啊？口感还可以啊，还行。倒了这1桶的量啊，9块9给大家到手是6桶。我泡的是2桶啊，2桶是这么大一碗。哎，这适合就是晚上咱们不想吃多，哎，还有就是说饭量不是很大的啊。晚上饿了，然后又不想吃太多，哎，咱就泡这1小桶，是吧？然后甜度也很低，也不是那么甜，挺好吃。里边带年糕的，年糕也挺好吃，好吃啊！这火鸡面，大宝们，我建议你们泡的时候不要泡时间太长了啊。他说是泡5分钟，咱们正常泡3分钟就行。把这个面不要泡太软了，泡的硬整点更好吃。我这个泡时间有点长了，你看一下里边啊，1小包年糕，然后1包这是海苔芝麻碎，带1包火鸡酱，然后是面啊，就这些，一单是6桶啊，挺好吃的。主要它这个价钱太合理了。吃了2口上来辣劲儿了，但是也还行啊，可以接受。正常就是咱们愿意吃辣的人，这个辣度都没问题啊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它这个比那个贵的那火鸡面还要好吃。你别看它便宜，哇！酱炒韭菜鸡蛋，魔芋绵煮米饭。这个魔芋绵煮米饭，几天不吃我就馋。它是这种每小包的独立包装的魔芋绵煮米饭，特别适合小糖人和管控期的大宝们啊！它是添加了白芸豆提取物和白芸豆膳食纤维，申请了国家3重专利的啊！你别看它是碳水啊，但是它是带有低剂压食品认证的，有一部分是不可吸收碳水，所以说糖友和不敢吃碳水的大宝们啊，咱们放心吃，不但口感好，滑滑溜溜，又油桃桃，一点不次于咱们家大米饭的口感，而且它对咱们管控期啊小糖人啊不敢吃碳水大宝特别友好，咱们就来这个啊！我建议大家拍那个30包的送咱们一个这个焖饭杯，如果你之前拍过了，咱们就不要这个焖饭杯了啊！你要那么多这个它没有用，咱们就直接备注一下，直接送你3袋这个米啊！非常非常好吃。